今日同大家介紹返一間樓底高、開揚闊落，可以喺水晶燈下面舒舒服服咁樣食返個週末早午餐嘅餐廳。如果大家唔要求食物種類多，但係又想有 fine dining 嘅質素嘅話，咁就可以考慮下呢度啦。講緊嘅就係呢一間 Alto 88意大利餐廳，位於銅鑼灣富豪酒店31樓。喺疫情嘅時候呢，餐廳係停開嘅，到近排先至重開，暫時只係做 weekend brunch， 已經包埋紅白酒同埋香檳，而家係做緊好優惠嘅價錢。咁我哋飯團 Rise Mission 梗係第一時間就去拍啦。前後我哋自費試咗2次，一次係母親節，而另外一次係平時嘅週末，都發覺品質係 keep 得非常之好嘅，所以我哋誠意介紹俾大家。